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伫个礼拜正前，先来练习咱今日要唱的圣诗，吟诗学路。首先来看圣诗第31首，天父疼咱世间正人。咱吟第一段甲第二段。天父疼咱世间正人，想事独是成行，小友小会显明听通，天父实在是疼，天父上帝真正是疼。连我也得伊听，求我一切有悔罪过，天父上帝是疼。虽然我有罪过激动，背逆天父生命。罪主对敌是我一人，要故意也是疼。天父上帝真正是疼，连我也得伊听，写我一切有的罪过。天父上帝是疼。好，刷落来是圣诗第194首，194首，开我目睭，互我看见。这首圣诗是做曲则叫做歌词的，拢是一位美国19世纪的一位女性的教会音乐的创作者，伊是看圣诗第诗篇119篇第18节所想出来。咱来吟第一段到第二段。开我目睭，互我看见，你所启示圣经真理，伫我手中有奇妙所示，以为打开主圣之意，当我恬静地等候你，我心偏偏爱你一时，开我目睭，互我看见至圣的心，开我耳孔，互我听见你所传播福音真理，真理的声若入我耳内，逐项负价袂话过来，当我恬静地等候你，我心偏偏爱你一时，开我耳孔，互我听见至圣的心。好，接落来是圣诗第572首，圣诗第572首，心目主坚固。咱来吟第一段到第3段。心目主坚固，
心是两者，是阮予我勇行，赞我心热。你有替我受死，我愿深深听你，热诚顺全心地那下袂灭。我行黑暗的路，烦恼到天下无，求主引带。黑暗变换做光，有问甲我担当，免我离主那远无通遗忘。好，咱今日的研习就到这，谢谢。请咱大家备万心来敬拜上帝。通过伊的囝，上帝和万有
无论伫天顶，也是地上，拢甲伊和好。上帝通过伊的囝伫十字架顶流血死来，促进和平。做伙来吟诗，圣诗第31首：天父疼咱世间众人，请徛开吟。请咱有缘徛地，作为额头来祈祷。至愿的上帝，今日阮诚实徛伫你的面前，面对阮人拢会犯错，要来感谢你赏赐阮后悔甲悔改，互阮会当来得到你的救赎。你做阮有忧闷、有艰苦心。 通过认罪悔改，互阮所后悔的代志会当坦白，毋免暗藏，因为阮会当用你悔改来得到赦免。亲像阮也会当将阮的担当交代予主耶稣，互阮来得到透放。对安尼，阮得到你的赏赐的困难来回复。 阮就得到你的更新甲活命，
毋过俗世的艰苦心，会互人抵甲死，因为因找无路，迄条路就是耶稣。因只好家己心担艰苦。犹大要出卖耶稣，伊有俗世的艰苦心，所以互伊无路通退。伊用结束家己的性命做结尾。彼得毋敢信任耶稣，伊有惊吓、软者甲这个见效。当伊搁再见到耶稣来得到接纳了后，伊的性命来得到溃烂改变。恩典满满的上帝，虽然阮常常欠点，搁进步有限，但是你要互阮万行事互相运作，互遐个听上帝的人拢有利益，想使恩典无限。阮只是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来做伙讲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城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入息，你互阮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地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请咱做伙来启应。这篇启应文是出自这个诗篇第2篇。无趁歹人的计谋，无坐亵渎者的位。伊爱慕上主的律法，伊亲像果子树栽伫溪边，叶啊嘛袂打去。歹人就毋是安尼。所以审判的时，歹人会互上帝胜诉。因为义人的道路有上帝伫看顾。做伙来吟圣诗，圣诗第194首，开我目睭，互我看见，请徛起吟。
请坐，做伙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既然谦卑接纳你的，你就要做伊心神中的主宰。求你充满伫阮的心，阮相信，当阮悔改来到你的面前的时，阮就会当得到你的赦免，互生命来得到更新。只愿上帝愿你掌权，互阮对圣神的引带，面对阮真实的软正，用谦卑的心来受你的塑造，用尽阮的温顺来彼此服侍，就互相引带来调见你的面，请你开阮的目睭，甲阮的心思意念，通过黄牧师的正道，帮助阮明白你的话，知影你的心意。伫恁带的日子内面，因为你对阮的呼召，来领受满足的喜乐。因为你对阮发出的大使命，互阮活出迄个疼，承担公义的责任，互阮伫耶稣基督内面领受新的活命，彼此相疼，为主来做干净。愿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免。做伙来共读圣经，今日经文是记载伫罗马书第1章第18节到32节。罗马书第1章第18节到32节，请咱注意看，听我来读。上帝对于天顶发出受气，迄只所有不义的人，因的不义阻挡人明白真理。因为上帝有对因显明伊本身，所以因应该对上帝有清楚的明白才对。对创世以来，上帝永远的大气力甲神性，虽然肉眼看袂到，毋过通过受造的物，会当清楚看见，所以因拢袂当推责任。因为因虽然捌上帝，也无尊重伊做上帝，嘛无甲伊感谢，因的思想反倒当变做空，心思愚妄，充满黑暗。因自称聪明，其实愚妄。因无将阳光归予未死灭的上帝，反倒去拜会死灭的人，为照禽兽、虫拖顶的像。所以上帝出在因趁家己心内欲望去做无清气的代志，地甲彼此糟蹋家己的身体。因用虚假替换上帝的真理，因敬拜服侍未造物，无敬拜迄位造物主，伊才应该永远得到称赞。阿免。因为安尼，上帝出在因放纵通见效的欲，查某人甲查某人用违反自然的性关系代替查甫甲查甫人自然的关系。查甫人嘛共款，放杀甲查某人自然的性关系，彼此欲火攻心。查甫人甲查甫人做见效的代志，结果就受偏差的行为该受的报应。既然因无要真正认捌上帝，上帝就出在因的心思败坏，去做无应该做的代志。
因充满逐款的不义、歹心、贪心、恶毒、满心怨毒、谋杀、斗争、奸诈、阴谋、讲卡遮后的话、诽谤、怨恨上帝、侮辱人、骄傲、夸口、制造是非、忤逆父母、无明理、无守约、无情、无怜悯。因虽然知照上帝公义的判断，做这个代志的人应该死。因若家己做，甚至嘛赞成别人安尼做。以上，愿上主的话帮助咱一般人的做。这时，咱要请希望诗班来献诗。因要唱的诗歌是《第一石盘顶》。这是请黄春生牧师讲道，题目是上帝任凭外邦人犯罪。弟兄姊妹大家平安。
愿上帝恩典，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。今仔日叶万诗班带领咱用这首伫石盘顶这首诗歌，三个来敬拜上帝。这首诗歌会强调耶稣基督是真活上帝的囝，教会是起造伫这个石盘顶。这甲咱今仔日所讲的罗马书内面的福音。是真对应的，真要紧。因为罗马书整个就是咧，甲咱讲起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内涵。咱过去一冬的中间，咱用一年久的传讲马可福音。马可福音一开始就甲咱讲上帝囝耶稣基督的福音。福音是对耶稣基督来。罗马书是进一步会甲咱讲起。什么是耶稣的福音？耶稣的福音是要来拯救世间所有的人。咱伫顶一讲第1章16节到17节的中间，咱有分辨出来，该撒的福音甲耶稣的福音是完全无同款的，甚至是非常对立的。对第1世纪的罗马人来讲，Evangelion福音所指的是认捌该撒是福音，这是迄当时的人。所以该撒皇帝，伊的生日叫做 Evangelion， 伊的军队去镇压叫做 Evangelion， 对因来讲这叫福音。所以对第1世纪的人，因的头壳内去想的。听到这个字，就是咧指该撒。罗马帝国的洗脑宣扬，统治者是诚信的，是权威的神明，甚至是救主。因为该撒迄当时也互迄个时代称作是救主。到底咱所传的这位耶稣，伊是什么人？马可福音甲咱讲，伊是福音上帝的囝。伊甲咱讲，耶稣是救主。只是后壁迄句话，毋是该撒是救主，这句话无讲出来。这句话若写伫马可福音，我想马可福音袂流传到今仔日啦，因为会变禁书。极权的统治者，伊袂去互人安怎去统治伊的权威。去挑战伊的权威，但是保罗咧，伊咧宣扬的是耶稣的福音，伊用耶稣的福音来颠覆该撒的福音，也是讲对抗帝国的福音。该撒的福音也是罗马帝国的价值观，因咧强调尊贵甲卑贱，迄是一种社会。价值社会的阶级，因看轻卑贱的人，因欢喜接纳尊贵的人。伫罗马时代的人非常重视阶级地位，甚至因会用尽各种的方法，爱护家己也悠远有迄个尊贵的身份，因会去避免做迄款卑贱。的行为名声，所以伫因的帝国的文化内面是无法度分开贵、尊贵甲卑贱的。所以伫社会上，逐个人拢爱去努力争取，会通互家己得到什么款的尊贵甲好名声。因看民主真要紧，这嘛真做因活伫世间唯一的目标。因是向着这个目标来号召。研究古早罗马的学者Landon，伊伫《Empire of Honor》这本册，就是帝国的荣耀这本册，伊指出，伫罗马帝国的内面，当一位高高在上的贵族，伊咧看下骹层的社会，伊的头壳内有一个界线。伫迄个界线下底，拢是无尊贵的、无尊严的。迄个界线，就是奴隶是迄款的原型。
对因来讲，奴隶是完全无有尊贵通讲的。所以古早的罗马人将奴隶甲当作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，自然而然的存在。因无感觉奴隶的存在有啥物款的歹空呢？甚至对因来讲，无有奴隶社会的帝国的放弃，所以有奴隶才会当显出因的尊贵。罗马公民的尊贵，是因为有这个基层的奴隶伫遐受吞杀。对于罗马人来讲，这种理所当然看轻卑贱的人，但是耶稣的福音却要带来改变。伊要拍破罗马人迄个阶级的优越感，要拍破尊贵卑贱这款的阶级的意识，要拍破罗马皇帝将家己当作是神、当作是神明这款的文化。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伊来毋是要互人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耶稣所带来的福音是上帝的大权能，要拯救一切所信的人。所以保罗明确地指出，生命的转化是一切信的人拢会通得到，无论伊是活伫罗马文化下底，无论伊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拢会通得到拯救。所以保罗伫罗马书内面，伊将耶稣的福音来甲阐明出来，就是要来转化一般罗马人普遍心内的认捌。因认为该撒是福音，因认为社会就是建立这款优越、这个优越感，也是讲尊贵的社会阶级。现在咱就来做阵认捌罗马帝国处境下底的这个罪恶，因为顶一讲的时阵，咱已经读到保罗会明确甲咱讲，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超越、是对抗该撒的福音，是要带来一种世间的这个逃亡，要拯救一切的人。咱就来看卖，到底保罗安怎进一步的描写罗马帝国处境下底的罪恶，以及伊所要传福音如何对付这的罪恶。咱先来看18节所讲的。18节一开始就会讲起上帝的这个受气。现代中文译本咧讲易怒啊、义愤，就是上帝的生气，毋是凊彩生气，伊是有伊的这个公义的性格。伊伫遮讲起，讲谴责所有不虔不义的人。不虔是啥物？无敬虔。伊遮真清楚的描写，无敬虔就是无将上帝当作上帝，也是讲心内无有上帝。第一届内面咧讲，除了我以外，毋通有别个上帝。这是上基本的，你的心内要有上帝，你要将上帝当作是上帝，这才是敬虔的初步。所以不虔就是无将上帝当作上帝。过来讲到不义，就是违背上帝的真理、法则去对待别人，做是无抓上帝做上帝。罗马人民受教育去敬拜罗马皇帝该撒，将该撒当作神，这就是不虔。甚至人的自我中心、自大、自义、自私，家己要做神，这表现出来嘛是一种无敬虔。无敬虔是得罪上帝，啊不义咧，不义是得罪人，因为对人无有公义的心，无有公义的规则，去欺负别人，咱讲欺凌、霸凌，也是讲去剥削别人，也是去谋害别人，甚至用伊的关系
组织结构共同来行使这款的罪，咱看到专制极权的统治者，甲伊的组织，就亲像这款的不义。所以，互咱知影，罪的核心的关键，就是不虔不义。这款的代志，唔敢若发生伫个人的身躯顶，也会发生伫组织、种族，甚至国家内面的发生，甚至家己想要来取代上帝。什么人是不虔不义的人？咱若看到第1章18节到32节，遮会描写，保罗大声是指出外邦人，特别是罗马人的不虔不义。但是煞遮咱看到后面的时阵，会讲起犹太人甲咱任何人，咱拢是不虔不义。所以伫罗马书第3章的时阵，就甲咱讲起，人人拢犯罪，拢安怎亏欠上帝的荣耀。甚至到伫第5章的时阵，讲罪对一个人进入世界，罪甲死就线接来，人人拢犯罪。甚至第6章23节的时阵，甲咱讲，罪的代价就是死。所以真清楚的，上帝一讲起不虔不义，是包括所有世间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人的不虔不义，拢带来上帝的生气，讲义愤，人会做上帝的审判。但是这个审判，嘛是一种带来改变拯救的机会。那亲像咱看到圣经内面拿阿大水的故事，上帝发出伊的生气，但是上帝也拯救。那亲像伫出埃及记内面的故事，上帝对极权的统治者发怒来发出伊的生气，但是上帝也有权拯救。咱咧读出埃及记的时阵，咱会通读到上帝唔敢若拯救以色列人，一开始咧讲希伯来人，希伯来人就是咧指大河迄边来的人，伊会包括后来的以色列，包括后来的犹太人，甚至伫因中间寄居的人，拢会通得到拯救。所以上帝生气，唔是为着审判，乃是为着拯救。伊爱人悔改，转向上帝，信靠耶稣基督的恩典。这是一开始18节所要甲咱讲起的，最核心的这个关键，就是不虔不义。所以，咱来看19节到21节，伊进一步的解说，什么是无敬虔，什么是不虔。而且，伊咧进一步解说的时阵，咱需要去看到，会讲起这个雕刻偶像、敬拜偶像的这个代志。因为无将上帝当作上帝，这就是不虔。这种情形伫罗马城的这个皇帝崇拜内面，更较明显。咱还会记的，保罗写这张批是写给罗马城的家庭教会甲兄弟姊妹看的。这座城是拜罗马皇帝上兴旺的城市，通讲是推行罗马崇拜、皇帝崇拜上彻底的城市。保罗伫遮，伊免直接指出，迄个上大的偶像就是该撒，免安尼讲。但是读到册的人，第一代的读者，因一看一听就知影保罗在讲这件代志。保罗在指出，上帝迄个看袂到的特性，伊永远的关联神性，对创世以来就互咱看会到啊。当咱在观察上帝的创造面，也是暗时举头看宇宙的星，咱就知影，这拢会显明上帝超越一切。当然嘛，包括超越该撒。
嘛包括超越帝国。但是罗马人却无将上帝当作上帝，将该撒当作神明，当作救主。所以保罗指出因的思想黑暗，无将上帝应该有的荣光来归给上帝。煞请咱来看22节到32节，保罗会讲起世间人的背逆，这个人包括这个外邦人，不管是犹太人，也是所有的人，拢是犯罪。这个人只要因看到上帝的创造的时阵，因就知影有一位超越者，一位创造主，总是因无相信。所以保罗伫遮进一步会指出罪的具体是啥物？咱先来看22节到25节，伫遮因会雕刻偶像，咱来知影，咱今仔日受造是为着来敬拜上帝，来甲上帝三个同工来促进上帝的国。但是因伫遐拒绝敬拜上帝，离开上帝远远，甚至转往任何去敬拜偶像的代志。所以23节会讲起，因将迄个卖画朽烂上帝荣耀变做偶像，去仿冒会死的人走兽、汤拖等等来制作偶像。但是咱莫袂记的，迄当时皇帝崇拜的偶像，迄是上大尊、上大仙的偶像。保罗伫遮无直接指出来，伊真有变通的方法，伊无直接写明，这就互咱知影。保罗伊也写明的时阵，罗马书这本册嘛免流传啊，因为伊会互帝国统治者当作是安怎颠覆国家政权罪啦。所以保罗伊无安尼写，伊干那互咱知影，恁的敬拜找迄个会死的人来雕刻偶像，敬拜者的走兽、汤拖来做偶像，迄是甲上帝违背的。咱来知影。拜什么就会亲像什么。伫罗马皇帝崇拜下底，高举该撒的福音，全帝国社会阶级因要争取的，就是迄个尊贵的身份地位。因会通成做罗马公民，因为因会通比别人较尊贵，伫别人的眼内，因是一个有地位的人。社会上奴隶阶级去互人当作是卑贱的，因伫社会基层黑暗的所在。但是保罗要指出，上卑贱的毋是奴隶，乃是遐会将神明当作是神，偶像当作是神迄款的，甚至将偶像当作神，因的心内安怎？迄个欲望做出下流的代志，去吞下家己的身躯。所以煞接26节到27节，才就会阐明，遐个尊贵的人，遐个有权有势的人，安怎去放纵因的情欲。咱来看26节到27节。要了解这段经文，咱爱倒来去知影，罗马帝国是一个奴隶社会。罗马的公民，因的地位超过境内所有的民族，超过奴隶，超过一般毋是公民的人，所以因会通有权来支配。咱讲非公民，因会当支配因。保罗的时代，社会上真流行。用迄个性来展示家己是一个尊贵、有气力的人。伫古典文学家 Amy Richlin
伊写一本册，迄本册会讲起普利阿普斯，迄是一个小矮人，讲罗马的这个公园内面有真侪迄款的小矮人。你也去网络去找普利阿普斯这个名的时阵，你就当看到，迄足侪拢是性特征真明显的上细汉的这个少年人的相。迄当时，罗马帝国流行要来展示一个人的尊贵，通过伫男性中间展示对伊的权，因通常是用性来表现。这个性无关于性倾向，无关于性满足，乃是要来展示伊是统治的阶级的权柄，因伫遐压迫、奴隶、欺压、奸残的人。另外，罗马的尊贵的查甫人，迄当时也流行伫厝内饲这个娈童。娈童是啥物人？娈就是面貌真水的意思。今仔日足侪人爱追剧，讲哦，这个欧巴吼足水的缘投吼毋是缘投。过去可能咧欣赏查甫人是安怎爱体格好，即马电视男性安怎看起来爱亲像女性迄款的样态，柔软，迄叫做欧巴，迄叫做古早时阵有尊贵身份的罗马人。因会伫厝内饲这个娈童，水缘投好看的查甫囡仔。公元前古早希腊的时阵，柏拉图伊咧写一本册《会饮篇》，就是安怎？宴会啉食的中间的对话。伊迄个对话，迄本迄个记载内面，宴会内面，逐个人咧讨论什么是 eros， 就是真爱。一讲起苏格拉底，最后一讲起娈童，就是最高的爱。为什么？因为讲成年的男性是有智慧，但是安怎有智慧，总是身躯已经无水啊。所以你边仔对一个少年家啊，真水。真臃肿，两个就是结合的时阵，就是智慧甲美丽的结合。这是迄当时罗马时代因的社会文化。这款的文化，莫认为罗马帝国才有，因为伫中国的历史记载内面，嘛有迄款的面貌真水的男宠，甚至到伫大清帝国。因嘛爱流行娈童，有钱有势人厝内会饲娈童，一直到伫民国的初年拢是安尼。这是咱看到古早罗马时代的文化。这个文化甲咱今仔日讲的同性恋是无共的，迄是因迄个时代的文化会表示。家己是一个有尊贵的身份地位，较困难理解的是自然甲反自然。伫遮会讲的自然是啥物？无自然佫是啥物？有一个耶鲁大学的教授 John Boswell， 伊会指出，这个违反自然律，这是现代哲学、心理学，甚至生理学所发展出来的观念。保罗敢有这款的观念？现代的观念，伊会讲应该是无。有一个西方神学院的教授 Brownson， 伊会讲起自然 physicals， 这毋是希伯来人的概念，迄是伫希腊文化内面的用词。伊讲保罗要甲咱讲，上帝创造通，互人得到启示。这是20节所讲的，上帝互人得到启示，
这是自然。但是罪人无将荣耀归伫上帝，反倒转去追求偶像，这叫做无自然。唔敢若追求偶像，搁放纵伊的情欲，这叫做无自然。所以伫伊的解说内面，放纵情欲就是无自然的爱，违反自然的。上帝赏赐人神圣的爱，互人放纵去，迄叫做无自然。那亲像上帝互偶像取代共款，迄叫做无自然。古早罗马人为着要来展示伊的阶级、社会阶级比人较悬顶，因是通过性来展示我有权柄，通过乱动来表示我的社会阶级较高尚、放纵情欲，这拢是违反自然的性。无论是任何的性别、任何的人，无论是基督徒还是毋是基督徒，拢爱说伊放纵情欲来取代诚信的疼，这拢已经甲信仰是一种的违背。煞者咱来看28节甲32节，伫遮爱讲的不虔不义，佮表现伫什么所在？唔干那伫放纵情欲顶头，迄是一种的罪。但是佮较济罪是啥物？保罗伫遮记真济，若亲像29节甲咱讲起邪恶、贪婪、罪恶，甚至讲人较只偏话，这拢是当咱咧指责别人的时阵，咱敢有想看卖？咱有可能傲慢，咱有可能诡诈，咱有可能讲人较只偏话，这个拢是违反上帝的自然的。这段的中间较困难理解，是所讲的出在因，那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讲任凭他们存着败坏的心。台语翻译讲出在因的心思败坏，敢是上帝讲出在因，就是放弃啊？若是安尼理解，你就失去对这段经文的认捌。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内底会当解说交付也是交托，上帝交托予因，但是因家己败坏。这个交托，这个义眼，耶稣捌讲一个譬喻的中间出现几啊摆。耶稣讲一个譬喻，讲一个主人要出远门，将伊的产业交付，也是交托予伊的奴仆。有人交托5000，有人交托2000，有人交托1000，这叫做交托。所以出在因，就是我交予你的意思。最后，迄位受交托1000的奴仆，伊将主人的恩典、机会，伊拢带伫涂骹。主人回来的时阵，安怎讲？你这个无路用的奴仆，将伊赶到伫黑暗的所在去，伫遐家己切起。上帝伊敢有交托予咱，有无？上帝伊交托予咱恩典，伊交托予咱机会，甚至交托予咱恩赐才调。咱受交托的人，咱安怎做？这段经文咧讲起，上帝任凭他们存着败坏的心，因为我交托你啊。你安怎做，上帝安怎？伊尊重你所敬所做。今仔日，上帝嘛交托予咱，但是到底咱会安怎做？咱会去放纵咱的情欲吗？咱会去讲人较只偏话吗？咱会去伫遐斗争无友好？甚至无疼心、无同情心吗？这个拢是不虔不义的表现。保罗伫遮列出21种，佮加上迄个放纵情欲、
加起来22种，敢干那这22种？我想干那安尼。咱也知影的好，去行，迄嘛是一种。咱来思考看卖，今仔日这段经文带予咱什么款信仰的功课甲反省？第一项我要讲的，咱做一个受造者，咱唯一的问题是接受哪一种的统治？你要接受哪一种的统治？对侪基督徒来讲，罗马书真困难理解。当初时，永武牧师讲咱来传讲罗马书的时阵，我实在是错一等，因为这要用足侪时间，我一直拢唔敢讲罗马书，因为迄爱对伫第1世纪罗马帝国的文化处境，爱深深去认捌，也好加在伊有甲阮。伫这个牧者讲道的中间，甲阮介绍迄当时罗马帝国伫第1世纪的文化处境。咱若无去了解第1世纪的文化处境的时阵，咱就真困难。当初时，罗马的基督徒大多数是基层的人民，甚至是奴隶的处境。因伫迄当时伫社会上受压迫。因要学迄个尊贵的罗马人，放纵因的情路，也是要追求因的地位、名声、因的民主。若是咱的信仰是行往迄个福音、该撒的福音的时阵，安尼这个信仰就会偏差去。罗马书真要紧，这是保罗伫伊信仰20几年服侍。最后所写出来，迄是真新学得的，真困难理解。总是伊是要带予迄当时受压迫的这基层的基督徒知影，上帝安怎疼世间人，世间人所有的人，拢伫这个罪恶的中间，拢需要上帝的救赎。古早罗马人将奴隶当作是自然的，但是这款的自然理所当然，敢真正自然？无呢，这无自然啦，奴隶是无自然啦。因为创世纪一开始就甲咱讲啊，上帝照伊家己的形象来造人，伊将伊活命的气分伫人的鼻孔，互人就成做有灵的活人。一开始的自然是啥物？显示人人平等，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做的，所以咱会通明白上帝之下人人平等。但是伫罗马帝国的内面，基层的人民奴隶对圣经内面，因去发现真正的尊贵是出自上帝，咱活伫世间的目的。唔是要荣耀家己，乃是要来荣耀上帝。罗马人阶级的优越感，因的尊贵，因的阶级的意识，将这个基层的人踏伫涂骹底。但是已经听到耶稣的福音的人，因会通得到觉醒，迄个生命会通带来改变。就算是罗马公民的保罗，伊家己本身嘛，因为福音来带来改变。伊讲伊无掠耶稣基督受定十字架做见效，因为迄当时定十字架就是受上见效侮辱的代志。但是伊无掠耶稣基督做见效，反倒当保罗通过伊即款的觉醒去拍破。罗马皇帝，互人当作是神，当作是救主，这款的帝国价值，这款的觉醒，就是福音所要带来。福音是上帝的大权能，要拯救一切的人。为什么福音一定爱互各族的人、各种文化所有的人？因为是为着促进上帝国的新国度，要除去
人甲人中间三隔的墙。以弗所书2章14节，保罗就咧讲起耶稣基督亲自将伊的身躯摔倒，迄个三隔的墙。尊贵卑贱的社会阶级，通过耶稣基督的运动2000年来，一直拍破，到达悠远的进行。咱若回顾创世纪，亚当夏娃因就是降服伫罪的试探，因为撒旦甲讲，恁食这个水果，食了后咧，目睭会金亲像上帝同款。但是对保罗来看，迄是互世间人陷入罪的内面。耶稣基督的好消息，伊的福音，都是咱毋免做家己的主人。咱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接受上帝成做咱的主宰、咱的救主。咱做一个受造的人，咱唯一的问题是啥物？到底要接受哪一种的统治？咱要接受上帝伫咱生命的主宰。现在在活，毋是幽怨的我，是基督点伫我内面在活。今仔日拄啊好，李登辉总统7月30过身3周年。伊上爱讲的，我不再是我的我，我已经毋是我的我。意思是讲，我已经互上帝点伫我内面的主管我，会统治我、治理我。各位兄弟，无论要哪一种的主宰的溃烂伫咱的生命，你要接受哪一种的统治？有的人接受情欲的统治，有的人接受金钱的统治，有的人接受地位。甚至有一寡观念、种族主义的观念的统治，专制极权的统治，甚至有真侪大查甫人心理的统治。这种的拢是无形的统治。你要接受哪一种的统治？你若接受耶稣基督的统治的时阵，耶稣甲咱讲，恁中间什么人要做大，就要做正人的奴仆。迄是一种掠主做中心，合适耶稣基督的谦卑。咱要得到救，要得到讨棒，咱无需要搁互任何的受造物来统治咱。咱乃是爱互上帝来治理咱，超找伊的旨意，掠上帝做中心。做阵来促进上帝国的新国度。那亲像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安尼讲起，讲愿信上帝，互人有尊严、才能以及乡土，来有份伫伊的创造、负责任，甲伊三角管理世界。对安尼，人有社会、政治、经济制度，要文艺、科学，各有追求精神的心。总是人有做误用者的运势。破坏人万米甲上帝的关系，所以人就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棒，互受压制得到自由平等，伫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，互世界成做伊的国，充满公义、平安甲欢喜。弟兄兄弟，咱咧读罗马书的时阵，已经挑战咱做一个受造者，咱唯一的问题是啥物？你要接受哪一种的统治？对迄当时第1世纪的人来讲，你要接受该撒的福音，还是耶稣的福音？今仔日这个问题悠远的问咱：你要接受哪一种的统治？第2项我要讲起的。压迫者的神明，毋是咱的上帝。拜偶像根本的价值的问题，因为拜啥物就亲像啥物，迄会塑造咱的价值观，塑造咱世界的未来。崇拜该撒的人，高举迄个阶级尊贵阶级意识的人。甲认耶稣基督做救主、谦卑服侍人，迄是完全无共款的价值。偶像有真侪种，
有人将该杀当作是神，统治者当作是神。咱现在社会敢有啊？北韩甚至中国，迄已经因的统治者亲像神共款。敢有人放纵情欲，则看起来那亲像在讲同性恋，但是莫袂记的，异性恋最嘛是伫即款放纵情欲的内面，迄甲性别无关系。有的人互性去控制，有的人互金钱、地位、名声去控制，甚至有的人是自我中心迄个控制。刘兄弟，这有可能拢真做咱的偶像，拢真做咱的神。耶稣基督对伊的军队者安尼讲：，无有人会使服侍两个主，伊毋是厌恶这个，就是意爱迄个；，毋是看重这个，就是看轻迄个。所以人袂当上时阵做上帝奴仆，搁做金钱的奴隶。这个金钱马文看起来那是钱，但是嘛有可能是其他的物件。咱咧敬拜其他的物件，甚至受要求去敬拜统治者，这咱拢是需要去反省的。我要强调，压迫者的神明毋是咱的上帝。世界有真侪专制极权的统治者压迫人，但是因毋是世界的救主。若是去维护专制极权，我要讲，迄国家是敌对基督的。也毋望主成做咱的帮赞，咱会通大胆讲。我现答的话，毋是幽怨的我，乃是基督踮伫我内面的话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感谢你，通过你的话语，带来阮信仰的反省。当阮咧看罗马书的时，求你帮助阮，当去到伫第1世纪社会的处境，伫遐来反省，来看见。这个时代，阮要安怎来跟对你，敲找你的旨意，来促进上帝国的新国度。阮的祈祷恳求，奉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作为来吟圣诗，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572首，心目恩主坚固。请徛开吟。Oh
请坐。即时，咱要为下面的事项来祈祷。第一项就是为着后礼拜甲这个国际写生比赛的举行。第二项就为着全球气候变迁、环境保护的行动。第三就是为着安养行动不便加治疗中的兄弟，请咱同心出声为因来祈祷。这时，咱请苏县长陈明德执事来带咱做结束的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互阮有份伫即间美丽庄严的教会做礼拜。今年8月初5到13要举办国际国际日写生比赛，希望伫比赛中，互参加者会当感受到教堂的美丽，甲你的伟大。互你的名遍传全地，主啊，你创造天地万物，也互人类有智慧甲责任来管理世界。但是人为着发展经济，误用智慧甲科技，致到全球环境破坏、气候变迁。希望阮会当谦卑来认罪，重新建立甲万物甲上帝的关系。教会中的兄弟检测年老衰弱、行动不便，检测破病需要治疗。信仰中上要紧的就是仁爱。希望阮会当付出较侪爱心甲关怀，予有需要的兄弟。也希望有较好的社会制度，予年老破病需要安养甲治疗的人得到照顾。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这时，咱来奉献。请大家站起来，用奉献诗做咱的祈祷。
请坐。请咱现开周报通知事项。7月份的职业长老是林世宏长老，8月份的职业长老是阙文昌长老。报告第一项，今日下晡3點半到5點，有一個新學的禮拜日，要請余杰來分享，請兄弟佇這個濟南教會小禮拜堂來參加。第二項，後禮拜同款要請余杰佇香港團契遮分享，是8月初6下晡同款3點半到5點的時間。第三，8月份的守聖餐要佇這個8月初6舉行，第一堂甲第二堂的這個禮拜，佇8月13舉行。這已經受領洗的成人洗禮，也是堅信的基督徒備萬心來領受耶穌基督救恩的恩賜。第四項，後禮拜，這禮拜拜6甲後禮拜日，攏總有9日要舉行國際歌集寫生比賽。第五，信仰學習的這個旅程要佇這個8月19號到21號3天，佇這個司馬縣這個部落遮。請有意願要參加的來這個辦公室，還是這個林世宏報名。第六項，香港團契要佇8月13號下晡3點半到5點的時間，邀請邢福珍教授來分享。這個題目是《慢慢本色路》。中國基督教的本色化，就是本土化。第七，新學期要佇咱教會開2門課，對9月12號到明年的1月初9，這個課程是邱凱麗老師的課，伊要用研討班的方式來開一個台灣社會議題，甲處境為新學反思的第二個課程，請兄弟有想要上課的來報名。第二個課程是對9月15到明年1月初5，每禮拜5的暗時6點40，是要邀請권怡老師甲李清志老師。來開一個叫做看故事甲講故事的這個課程，同款邀請咱的兄弟來報名。團契消息 ，Bravo 小組12點20分要佇北大年來聚會，主禮是王以如弟兄。婦女團契暑假要獻款甲休息甲8月15，雙年團契休息甲8月25，學生團契佇本禮拜6 8月初5要來看電影，主禮是這個咱的輔導。雙年小組佇拜6暗時7點半要請孟如弟兄來主禮，要來讀經。具體消息，咱主來。董永進執事安歇主懷，佇7月25這個半暝時陣，女婿73年，求主安慰遺囑。個別禮拜安排佇8月12號，就是禮拜6上午10點，佇二濱至善餐廳遐。教界消息有這個婦女團契事工委員會，甲這個台灣女子信學院，甲七星中會婦女部的活動，
请咱兄弟家己看。以上报告，即时要来请黄牧师来介绍。伫遮来介绍对国外转来的来宾徐宣广甲黄丽君、徐宣广、黄丽君，欢迎。咱也在咱的兄弟彼此请安，愿上帝施恩，甲咱每一位兄弟弟。作为来吟圣诗，就是要变诗。圣诗392首，阿老上帝万福本源。吟诗煞要请黄牧师祝祷，请徛起来吟。愿守护永望的上帝，互恁对着神来充满逐样的欢喜平安，互恁伫圣神的关联得到满满的永望，对担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免。请坐。密岛闭会，礼拜后请兄弟参加这中庭的地饼会。那需要带到的兄弟，请来到这个礼拜堂外面雨伞卡和东港为你来带到。